宋瑶去找顾言对峙，我没有跟去，是宋瑶后来打电话告诉我的。转移最后一批资产。宋瑶站在门口，全听见了。顾言，我有急事找你。宋瑶，稍等，我在通话。不行，马上处理。好，说吧。顾言，你从一开始就在骗我。你是不是打算拿了钱就跑？我和孩子呢？顾言终于开口了。孩子是你自己要留的。宋瑶说，她当时愣住了，她以为顾言至少会对孩子有一点点感情，但没有。你不打算娶我？你觉得我现在的状况还能娶你？宋瑶说，她在他眼睛里看到了一样东西，嫌弃。她嫌弃他，就像他从来没爱过他一样，也从来没爱过我。宋瑶挂掉电话的时候，声音是哑的。姐姐，你说的对，他不害任何人。他一个人坐在那里，什么都没有了。他走了，这段感情从来就没有赢家。